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英莹。今日是正月18拜一，嘛是呢28年假最后一天。讲到这个年假休假最后一天，大家就关心到交通问题，问唔到，未少出去佚佗，包括去中部啦、这个南部，包括东部的民众，拢开始要准备休假转去啊。国道5号透早咯，这个高雄站还未实施进前，就出现真济车，就讲头前100个路段，捌塌甲强要未行。高公局估计。国道5号有可能塌到暗时10点过了后，才有心理准备。还有这个西部的高速公路下晡嘛开始塌啦，相信大家伫这个车路伫驶拢知影，各个部分路段时速拢有可能较无40公里，大家要有耐心。高铁嘛伫下晡甲暗时会加开2班上北，各站拢有停的对号列车，帮忙才会载人客。下晡9点外，国道5号上北，真一暝才塌车，塌到半暝啊！雪山磅空嘛客真侪台车，道民众惊塌车，拢等到大家送完，才安排出去佚佗。国5我是南下，看到北上这边有塞车，连假的前1、2天都是人潮很多嘛，那里车潮也很多啊，我都会选择比较后面的这几天再出来。28年假上尾一天，高公局预估西上北的车较侪，虽然真侪台车西上北，不过嘛是会塌到暗时啊。从上午9点时间一直持续到高承载快要结束，高承载限制的一些车辆，他们会在9点之后再集中在国5北上，所以可能9点、10点还会有一点车多的现象。会塌车的路段，除了国道5号宜兰到北南，西部国道像国道1号西里到埔盐，南东到后里，新潮到德北，国道3号德山到中兴，关西到大溪拢会塌。虽往西部国道下早塞车也真顺，不过下晡就开始塌车。大概3、4点开始就会塞，那会塞到大概7、8点左右。那行车时间大概会是平常的3倍以上，就是时速40公里以下。要休假，想要较早返去厝的，会当改行替代道路，像台61线快速道路，和国道5号会当改行台9线，可会拄到塌车的情形。